近日，娛樂圈有個重磅消息，好似炸雷咁響。42歲嘅香港知名男星黃宗澤被爆出已經低調結婚，而新娘個身份更係震撼全港，竟然係同佢因夫生情嘅蔡潔。呢個消息一傳出，喺網上立刻掀起一陣大風波，好多粉絲同網友都話唔敢相信，一場牽動全港嘅大夫就咁拉開帷幕啦。消息最初傳開嘅時候，整個香港娛樂圈都震咗一陣。黃宗澤呢位喺港圈打滾多年，形象一向都係單身嘅男神，居然早就成家立室，真係令好多粉絲都驚到唔得。大家紛紛翻查黃宗澤最近喺社交媒體上 post 嘅家居相，發現佢平日對煮嘢食情有獨鍾，煮嘢手藝都幾叻，不禁猜測佢可能係為老婆細路打理一日三餐。而新娘蔡潔雖然喺演藝圈都有一定知名度，但同黃宗澤比起嚟，似乎喺大眾視野入面唔算太突出。其實喺呢件事之前，黃宗澤嘅感情生活一直都係媒體同粉絲關注嘅焦點。佢同好多女星都傳過緋聞，感情經歷豐富多彩。而蔡潔憑住喺好多部影視作品入面嘅精彩表現，都逐漸喺演藝圈冒起。兩個人因夫結緣，合作過程中互動好甜蜜，嗰啲唔經意嘅眼神交流、默契嘅配合，都令外界嗅到唔尋常嘅氣息。不過，當結婚消息傳出嚟嘅時候，仍然令好多人感到意外，畢竟之前冇太多關於兩個人戀情嘅公開跡象。隨住消息散播開去，各種猜測同傳言都出嚟啦。有人懷疑呢個係為新劇炒作，畢竟喺娛樂圈，為咗宣傳作品而製造話題嘅事唔少見，但都有人堅信係真嘅，因為鬆兩個人之前嘅互動入面，真係可以睇到少少端倪。呢個突如其來嘅消息，就好似一塊大石投入平靜嘅湖面，激起層層漣漪，令整個香港娛樂圈都陷入咗熱烈討論之中。喺消息傳出嘅同時，關於新娘蔡潔嘅背景都逐漸被挖出嚟。據知情人透露，蔡潔嘅背景唔簡單，佢出身於一個藝術世家，鬆細就受到濃厚嘅藝術氛圍熏陶，喺音樂、繪畫等方面都有唔俗嘅天賦。後尾，佢憑自己努力考入咗專業嘅藝術院校，接受咗系統嘅表演訓練，為日後嘅演藝事業打下咗堅實嘅基礎。喺演藝圈入面，蔡潔一直都以低調、努力嘅形象示人。佢參演過好多部影視作品。雖然大多唔係主角，但每一次出鏡都能夠俾觀眾留下深刻印象。佢對待每一個角色都好認真負責，用心去詮釋，呢種敬業精神都贏得咗業內人士一致好評。而佢同黃宗澤嘅認識就係喺一部合作拍攝嘅電視劇入面，兩個人喺劇中飾演一對情侶，大量嘅對手戲令佢哋有更多接觸同了解。喺拍攝過程中，黃宗澤被蔡潔嘅專業同努力吸引，而蔡潔都對黃宗澤嘅成熟同魅力心生好感。隨住拍攝深入，兩個人嘅感情都逐漸升溫，由最初嘅合作夥伴發展成戀人關係。不過，佢哋一直都低調，冇對外公布戀情，直到呢次被爆出結婚消息，先令大家知道佢哋之間嘅感情。不過，都有一些人對蔡潔嘅背景提出質疑。有人覺得佢可能係借助黃宗澤嘅名氣嚟提升自己知名度，畢竟喺娛樂圈呢種例子唔少見。但都有人反駁話，蔡潔本身就有一定實力，佢嘅演藝事業都係穩步發展，唔需要靠呢種方式嚟獲取關注。呢場關於蔡潔背景嘅討論，都令呢場婚禮更加充滿爭議同懸念。據內部人士爆料，黃宗澤同蔡潔嘅婚禮雖然低調，但係奢華到極點。婚禮揀咗喺一個風景優美、私密性極高嘅豪華別墅舉行。別墅周圍綠樹成蔭，鳥語花香，好似一個世外桃源咁。婚禮現場嘅佈置更加美不勝收，每一個細節都彰顯住奢華同浪漫。送入口處開始就鋪咗一條長長嘅公毯，兩旁擺放住精美嘅花藝，各種鮮花爭奇鬥豔，散發住陣陣芬芳。公毯盡頭係一個巨大嘅舞台，舞台上裝飾住璀璨嘅燈光同華麗嘅背景，好似一個夢幻嘅童話世界。
現場仲邀請咗專業樂隊演奏，悠揚嘅音樂響徹喺整個別墅入面，為婚禮增添咗一份浪漫嘅氣氛。到場嘅嘉賓陣容都好強大，幾乎驚動咗半個娛樂圈。好多知名明星、導演、製片人都現身，為呢對新人送上祝福。其中唔少都係喺港圈有舉足輕重地位嘅大咖，比如曾經同黃宗澤有過多次合作嘅資深演員，佢哋同黃宗澤相識多年，感情深厚，呢次專程嚟參加佢嘅婚禮，見證佢嘅幸福時刻。仲有啲黨工嘅年輕偶像，佢哋都係黃宗澤嘅粉絲，呢次能夠近距離接觸到偶像嘅婚禮，都覺得好興奮。喺婚禮現場，黃宗澤同蔡潔手牽手，臉上洋溢住幸福嘅笑容。佢哋身着華麗嘅禮服，好似一對松童話中走出嚟嘅王子同公主。當主持人宣布佢哋正式結為夫妻嘅時候，現場響起咗熱烈嘅掌聲同歡呼聲。黃宗澤深情咁望住蔡潔，眼中滿係愛意。佢輕聲話：從今日開始，你就係我一生嘅伴侶，我會用我一生去守護你，愛你。蔡潔就感動到眼淚汪汪，佢緊緊握住黃宗澤嘅手，回應話：我都願意同你攜手走過一生。喺婚禮嘅嘉賓名單入面，有個名字格外引人注目，就係胡杏兒。胡杏兒同黃宗澤曾經有過一段好長嘅戀情，兩個人喺娛樂圈都係備受矚目嘅情侶。不過最後佢哋都以分手告終。呢段感情都成為咗好多粉絲心中嘅遺憾。呢次胡杏兒出現喺黃宗澤嘅婚禮上，引起咗外界廣泛關注。從現場傳出嚟嘅相同影片可以睇到，胡杏兒雖然面帶微笑，但眼中都隱隱閃匿住淚光。當佢見到黃宗澤同蔡潔幸福咁站喺一齊嘅時候，心中想必都五味雜陳。有傳聞話，胡杏兒喺婚禮現場含淚祝福咗呢對新人。佢真誠咁話：希望你哋可以一直幸福落去，珍惜彼此。不過，對於胡杏兒嘅祝福，外界都有唔同睇法。有人覺得胡杏兒呢個係真心祝福黃宗澤，畢竟佢哋曾經有過一段美好嘅感情，雖然最後冇走到一齊，但都唔想見到對方唔幸福。而且胡杏兒而家都有咗自己嘅家庭同生活，佢能夠放下過去，以一種成熟嘅心態去面對黃宗澤嘅婚禮，呢種行為值得讚賞。但都有人懷疑胡杏兒嘅祝福係咪只係表面功夫？畢竟佢同黃宗澤曾經嘅感情咁深厚，見到佢同其他女人步入婚姻殿堂，心中難免會有啲失落同難過。佢嘅含淚祝福可能只係一種掩飾，實際上佢可能冇真正放下過去。呢種猜測都令胡杏兒嘅祝福更加引人關注，成為咗呢場婚禮嘅一個熱門話題。隨住婚禮進行，有啲內部人士嘅爆料都令呢場婚禮更加充滿懸念同爭議。有內部人士透露，呢場婚禮其實冇表面睇上去咁簡單。據講，黃宗澤同蔡潔嘅結婚決定係喺短時間內做出嘅，而且兩個人之間似乎存在住啲唔為人知嘅矛盾。呢個內部人士話，喺籌備婚禮過程中，黃宗澤同蔡潔就因為啲細節問題產生分歧，比如婚禮嘅地點、風格、嘉賓名單等方面，兩個人都有自己嘅想法，而且互不相讓。呢啲矛盾喺一定程度上影響咗佢哋嘅感情，都令外界對佢哋嘅婚姻能否長久產生質疑。仲有爆料話，婚禮現場嘅奢華佈置其實係一種作秀。黃宗澤為咗喺娛樂圈中樹立自己好男人嘅形象，不惜花費巨資打造呢場奢華婚禮，以此嚟吸引媒體關注同粉絲好感。而蔡潔可能都只係為咗借助黃宗澤嘅名氣同資源嚟提升自己喺娛樂圈中嘅地位。呢種講法雖然冇確鑿證據，但都喺一定程度上引發咗外界對呢場婚禮真實性嘅懷疑。更有甚者，有人猜測呢場婚禮可能係一場商業陰謀。喺娛樂圈，明星嘅婚禮往往能夠帶嚟巨大嘅商業價值，比如贊助商投入、媒體報道、粉絲關注等。有人懷疑黃宗澤同蔡潔嘅婚禮背後
係咪有啲商業機構喺操縱佢哋通過呢場婚禮嚟獲取經濟利益？呢種猜測令呢場婚禮更加充滿神秘同爭議，都令外界對真相嘅渴望更加強烈。然而，對於呢啲官方回應，外界都唔完全買賬。有人覺得呢個只係佢哋為咗平息輿論而做出嘅表面回應，實際上背後可能隱藏住更多秘密。而且喺娛樂圈，明星嘅官方回應往往唔完全可信，有時候只係為咗維護自己形象而講嘅啲場面話。黃宗澤同蔡潔嘅結婚事件，唔單止喺娛樂圈引起咗巨大震動，喺社會上都引發咗廣泛思考。喺娛樂圈方面，呢場婚禮成為咗近期最熱門嘅話題之一，各大媒體紛紛報道，網友都喺社交媒體上展開熱烈討論。好多明星都借呢個機會表達咗自己對愛情同婚姻嘅睇法，令呢場婚禮嘅影響力進一步擴大。此外，呢場婚禮都引發咗人哋對媒體報道同輿論監督嘅思考。喺信息時代，媒體嘅力量好強大，一條消息可以喺瞬間傳遍全球。不過，媒體報道嘅真實性同客觀性都常常受到質疑。一啲唔實嘅傳聞同報道可能會對當事人造成巨大傷害。所以，點樣喺追求新聞熱度嘅同時，保證報道嘅真實性同客觀性，成為咗媒體需要面對嘅一個重要問題。黃宗澤同蔡潔嘅低調結婚事件，就好似一部充滿懸念同爭議嘅港劇，令整個香港娛樂圈都為之瘋狂。從消息初現時嘅震驚，到女方身份嘅起底，再到婚禮現場嘅奢華，胡杏兒嘅含淚祝福，內部爆料暗藏玄機，以及各方回應真相難辨，每一個環節都充滿戲劇性。喺娛樂圈呢個充滿誘惑同變數嘅世界入面，明星嘅感情生活總係備受關注。黃宗澤同蔡潔嘅結婚事件，令我哋睇到愛情同名利之間嘅複雜關係，都令我哋對娛樂圈有咗更深入嘅了解。希望喺未來日子入面，佢哋能夠用實際行動去證明自己嘅感情，都希望娛樂圈可以少啲呢種爭議同懸念，多啲真實同美好嘅愛情故事。